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遠。今次嘅二次覺醒，一開始就係都想做翻相對比較性感少少、man 少少嘅曲風咧。跟住就同阿陳雷就喺度傾嘅時候，咁就諗下究竟點樣先會係襯我嘅一個男人啲、性感啲嘅主題咧？咁我覺得好似如果就咁情情塔塔嘅東西，又好似未必好夾喎。咁就諗下，不如我哋講一個男人好專注做緊一樣嘢嘅時候嗰種嘅性感，咁就慢慢吸納咗呢一個題材啦。咁今次點解我會咁想有一個電子吉他嘅部分？就係我覺得因為電子吉他係一個好 sexy 好男人嘅一個樂器，咁所以我一早就覺得如果喺台上面可以有一段咁嘅吉他 solo 嘅話，應該係會好正喎。起咗曲之後就不停苦練呢一段 solo 啦。咁今次 MV 嘅拍攝呢，就用長鏡頭去拍攝啦，希望用一個有限嘅資源底下去創造一個無限嘅宇宙啦。就同導演傾就覺得佢就覺得好似用 long take 去做，有嗰個感覺，又可以有一個特別啲嘅嘗試喎。咁就我哋就最後就淨係用咗3 take 就完成咗個 MV 啦。咁過程之中最困難嘅地方，咁當然一定係時間控制啦、走位啦、度一個有力嘅鏡頭啦。因為其實 long shot 嘅時候好容易就會慢慢變得冇嘢睇啦。咁點樣可以慢慢 build up 上去啦？咁呢啲都係有時間去慢慢度啦，慶幸都順利完成。咁今次 MV 裏面彈吉他嗰 part 咧，就係冇着上身衫啦。咁其實點解會採取呢樣嘢？因為首歌就係講我獨自升級同埋二次覺醒，即係好似不停努力去訓練一樣嘢。咁我覺得最後一個部分好似有少少動漫嘅感覺嘅，咁我覺得好似最尾練成咗，即係好似一個超級撒亞人咁樣，最尾係練成咗嘅時候咧，跟住原來有呢個咁嘅體態去呈現最尾嗰一段曲風嘅話，咁好似幾正喎。咁所以我就早係拍 MV 2個幾月前就決定衝一波，咁就繼續苦練翻之前嗰身形，仲會想再比之前嘅身形再好多少少咁樣啦。身體管理就變成咗我生活一部分啦，因為都習慣咗個飲食嘅結構啦、時間啦、咁運動嘅規律啦，咁所以都好彩順利都完成到。